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赞美帮助我们，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在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赞美神，我们就要来感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来看赞美的、感谢的经文，在诗篇，我们一起来请。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啊，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哈利路亚！我们的保护者随时随地就是在保护着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保护？你经历神怎样的保守？我们就在祷告中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丰富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主啊，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主，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主你的保护，我们大声欢呼。你带领我们度过各样危险的时刻，使我们的心因着主你的保守保护，我们在那安稳，在那平安当中。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享受这福分，让我们可以用赞美再次来宣告这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感谢主，你真的是保守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我们的赞美，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愿主在今天晚上更多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从主你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要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将最大
把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在现场，你是在线上，只要你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要一起来领受他的爱，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下那个繁星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主，是按照你形象造我们的主。主，谢谢你，你除了造我们，主你还认识我们。主啊，我们是什么人？你竟然这么看重我们。主，谢谢你透过你圣经里的话，主你圣经里的话，主到如今都仍然应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是这一位行神迹奇事的主。主啊，若不是你，这些话语经过这么多几千年来，根本不可能留到今天。主啊，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我们就思想，我们就来数算主你的恩典何其多。主啊，你是行神迹奇事的主，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读你的话语，而且我们读了以后，主我们就活起来。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的时候，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主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次，别人也不知道多少次叫我们去死，但主没有你的允许。主啊，你爱我们，
主啊，你爱我们，而且你就爱我们到底，然后你就救拔我们。主，你把我们从那个罪恶的深渊里面把我们救拔起来，救拔以后，主啊，你不是不管我们，丢在我们在那里，而是你慢慢的在那个我们被破碎的生命中，逐渐用你的爱来建造我们。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怀疑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怀疑自己有不配，我们有够烂，我们有办法吗？主，你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都细数过。主啊，这不是爱，什么才是爱呢？谢谢主，你是爱、信实、全能。主啊，你是全知，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给我们的话哦，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阿们。我们的帮助从神而来，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帮助从我们所看得见、看不见的。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好吗？数算神的恩典，恩典就是本来不是属于我们的，加给我们的好处，加给我们一切，这个叫做恩典。所以我们不数算怎么行？我们不感恩怎么行？好不好？我们就以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哦，我们从今天一直倒数回去哦，我们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本为善，主啊，你的慈爱存到永远。谢谢你，主啊，你救赎我们，主啊，你救赎在台湾的每一个，特别是主啊，在台湾的此时此刻的我以及我的家人。主啊，若不是你从那些敌人的手中把我们救赎回来，主，我们如今就是沦落街头，主啊，我们如今就是没有归属，主啊，我们如今就是漂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还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还在漂泊的时候，主啊，我们还在不知道方向，又饥又渴，我们心里花昏的时候，主啊，你就定义爱我们，主啊，因为你听见我们在急难中的呼求，我们急难中的哀求，主啊，你听见，你就伸手搭救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领我们走那直路，主啊，领我们走那义路，主啊，让我们能够通往那活的路，因为主，你就是那赐给我们一条活路的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让我们活出爱，身边的人认识你。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还坐在那黑暗中是阴里的时候，被困苦跟铁链锁住时，主，你就爱我们的。主啊，那时候我们犯错，我们违背你，主啊，我们甚至用我们的语言，我们藐视你，用我们的行为背叛你，我们选择不照你的旨意来做时，主，我们扑倒，我们呼求你，你就来救拔我们，因为你听见我们在急难中哀求的声音，你就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祸患。谢谢主，在黑暗中你领我们，主啊，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从今天开始，主，我们就要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数算神你的恩典，主，我们也要活出，也要向人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奇事。谢谢主，让我们得以用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用你的话语，用我们所经历的来献上感谢为祭给你，欢呼诉说主你的大作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每一根头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
是信实，你是我们的盼望与拯救。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都细数过。无论在高山或是低谷，你都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软弱无助的时候，都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手中平静安稳，毫无畏惧。回想那一刻，曾被爱抱紧，一路有主的旅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赐我新生命，心灵的安宁。在世人眼中，我胆怯战兢，你话语赐我信心。当我抬起头，你不离弃我，紧紧抱住，接纳我。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幽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大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在世人眼中，我胆怯战兢，你话语赐我信心。当我抬起头，你不离弃我，紧紧抱住，接纳我。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幽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大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所需一切尽都满足，因丰盛全能天赋，生命每一步都有你看顾，未来道路你手中坚固。所需一切尽都满足，因丰盛全能天赋，生命每一步都有你看顾，未来道路你手中坚固。我美好救主，
脱离黑暗深幽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答案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唯有你能，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我们的神是带我们脱离黑暗深幽谷的神，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让我们看见光明的神。我们的神是陪伴我们走过高山低谷的神。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情绪抓住，被恐惧抓住，被我们所认识的抓住，因为我们认识的太少，所以我们很难相信此时的困境有突破的方法，此时的难过有上帝的同在。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口来祷告，这是一个恳求赦免的祷告，也是再次让我们来转向神的祷告。我们要像诗人一样，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这个诗篇的经文就开始成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要开始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上主啊，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虚伪诡诈的人。虚伪的人啊，上帝要怎样对待你呢？他要怎样惩罚你呢？我们要恳求主的赦免，帮助我们在我信不足的时候，我们不是假装我们真的已经相信，而是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信不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真的会害怕，我真的会软弱，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交托给你，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在你还没说之前，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了。但是神邀请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他的眼光来告诉你，他早就知道，而且他帮助你，陪伴你，拖住你，让你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我们要开口，这是求赦免的祷告，这是一个求恩典的祷告，这也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来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到面前来祷告。主，你真实知道我们，你真实知道我们，即使世人不懂我们，不知道我们，你都懂我们，你知道我们。你更是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喊着我们想要有信心，但我们确实软弱；我们喊着我们想要有从你来的亮光，但主我们确实黑暗。主啊，就在此时此刻，当我们转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啊，我们要相信你。我们要相信你，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恩典。主啊，这是一个每天不断经历的，主啊，在我们当中的故事。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在死荫之地有大光照耀。
主啊，在那死荫之地有大光照耀，那原来觉得没有盼望的，今天的晚上就要经历弥赛亚，就要经历美好救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真是在那黑暗当中，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软弱无助，真的是在那里挣扎，生怕我们自己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主啊，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们知道主，你不仅已经知道，你更是透过我们来到你面前的祷告，你再一次来告诉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的道路，你陪伴我们走这一段道路。即使我们正在那挣扎当中，主，你仍然以你不离不弃的爱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主啊，你再一次告诉我们，从你来的勇气跟信心，要临到每一个真的很努力在跟随你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努力，你知道我们的努力，你更知道我们的无力。主啊，但是你不仅是这样，你给我们能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实的要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就像诗人一样，我们就像这些每一天我们读诗篇里面遇到看到的这些诗人一样，我们不断的在宣告主你的伟大当中，我们也同时是在承认自己的渺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有限的人能够跟你来连结，以至于每一次当我们生命愿意转向的时候，主啊，那一点一滴的恩典你就加给我们。主啊，你就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困乏，在我们好像受逼迫，好像在患难当中，主啊，你在此时此刻，你才对我们说，透过保罗说，主啊，这一切需要的你已经给我们，我们是靠着你凡事都能做。主啊，原来我们能做的，不是在我们那些已经会做的事上，原来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是在那些被逼迫的现场，是在那些黑暗的角落。主，是靠着你，我们才有能力胜过。主，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从你来的盼望。每当来到你面前祷告，主啊，你就再次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要将这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为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弟兄姐妹，保罗在提醒我们哦，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个管道，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医治。他也提醒我们，应当义无怎样，只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哇，祷告、祈求还有感谢，我们刚开始称颂、赞美，然后认罪，把任督二脉打通，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祷告、祈求，我们要求神医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我们所要的告诉这位上帝，然后结果呢，他就要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后面接着说什么？后面接着说，因为我们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或丰富、饱足、缺乏、饥饿，我们都随时随在，因为得了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所以神已经透过保罗在提醒我们哦，喜乐，靠主喜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能够面对可能我们正在病痛、正在烦恼、正在忧愁、正在挣扎、正在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神知道上帝拢知，知咱的软弱，知咱的欠缺，所以上帝的话语君在提醒我们，靠着主常喜乐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对这一些的缺乏、饱足，或是饥饿，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已经给我们这样的管道，我们要来看这位神，他如何保护我们，如何引导我们，如何出手来救拔我们。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篇，我很喜欢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就会向山来仰慕举目向山仰望。这是一首上行的诗，他们要朝圣他们走在那个，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好像在爬上行在上行之诗，他们的眼目要向着这位神。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去仰慕瞻仰他的容面。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时无刻在保护你。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这个话很贴切。最近你有没有看到，在今天昨天的新闻看到美国那个死亡谷几度54度以上可能会甚至在飙高在新疆也是都是超过这个这些历史的温度明年还会更热已经在宣告了。所以我们看到你出你入白天太阳不伤你，让我们想到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样？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寒冷的时候有火柱来引导。你看在过去上帝如何上帝来保守，上帝如何在看顾来保守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防护的装备，对不对？防止紫外线的然后要防晒的这样以前哪有这些可能没有但是上帝保护他们上帝他无时无刻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来看如何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特别是让信心能够驻扎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如果要得着医治，你要先饶恕这个饶恕是让你经历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跟管道。所以当我们有信心还有愿意去做饶恕的时候，神说你去和好再来，然后呢上帝的医治就要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互相扶持，来彼此建造。我们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供应都要临到我们。特别是我们为了这一些世上亲人，其实跟他们聊过，他们很难，特别是失去亲人、失去另外一半那要走出这个伤痛，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如果你知道，你就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丧偶，他们失去了他们至亲来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也恳求主来帮助这些零售产业的有9月要生的有12月有几个要生的，神就祝福他们让这些胎儿能够很好的成长，能够平安的出世。我们也恳求主来释放这些灵里面有问题的被辖制、被捆绑的我们奉主名来捆绑释放他们，要在圣灵里面得着自由。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声来祈祷。来，我们开口同声，求主的信心来加添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靠主常喜乐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因为你所赐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不管是丰富、饱足、缺乏、饥饿，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在
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胜过我们的病痛，胜过我们难处，胜过这一些的捆锁。主啊，你来，你的灵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得的更丰盛。主，谢谢你，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特别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家属，他们进到加护病房，出加护病房，进入普通病房，他们能够出院。祝我们献上感谢，献上祷告，愿你来施恩赐福，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给我们有医治的管道，就是将忧虑卸给你，就是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即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依然能够面对，能够喜乐。因为主，你赐给我们喜乐的力量，就是最好的良药，让我们知道何时如何交托，接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应许你的医治，应许你的供应，应许你的带领，也让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捆绑那一些捆锁我们，让我们走不出我们的思绪，走不出我们的情感，走不出我们的辖制的过程当中。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指教我们，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当我们宣告你的真理，宣告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真理就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主啊，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我们的供应者，让我们饱足，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所赐的产业。主啊，你所赐的产业是要带来给我们的家族欢喜快乐，你所赐的产业是为了要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我们也在哀伤的当中恳求主施恩安慰扶持，特别失去这样的至亲，你知道我们心里的伤痛，弟兄姐妹很难走出，但是因为神你是他们的喜乐，他们靠主要走出他们的悲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亲人是回到天家好的无比的地方。求你让他们的属灵眼光被开启，看见在神那边好的无比，就卸下他们的忧伤。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奉主的名要脱离这些捆锁，要身心灵得自由，要灵魂体要得释放。谢谢主，这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供应跟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面对对岸的这样的一个不实的恐吓威胁，我们恳求神施恩。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我们要宣告主的话，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了以色列为了耶路撒冷在祷告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爱你的人都兴旺，愿你城里有和平，愿你宫里有安全。为着我的亲友，我向耶路撒冷说，愿你平安。我们要祝福台湾，就好像我们为台湾来求和平，我们为愿我们所爱的人都兴旺，愿我们所居住的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怎样，都能够有和平有平安。愿我们的亲友都能够说，愿你平安。我们恳求主来赐福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国与国的争议我们看中国不断的，特别是最近在中南美洲
透过我们过去的邦交国要把我们封杀，从他们的这样议会当中这个有一些关系要把它做切断哦。我们恳求主来怜悯，也让我们面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困境，我们恳求神。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在做演习嘛，就是我们要自我防卫哦。那恳求神也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知道，唯有靠着神才能够抵挡我们所面对这些的权势哦。我们为着台湾人民能够同心合意能够为着我们在上掌权者，还有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特别是为了百姓的灵魂苏醒，我们知道同心合意的敬畏上帝，回转归向他哦。我们恳求神来施恩哦，特别是最近这些暴力物价的飙升，还有巨变的天气，我们都感受到那种热情哦。我们知道那个温度一直在上升，也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用电哦，这个都是会影响。还有性骚的议题明年的选举的文化就互相的攻击这样哦。我们恳求神来施恩，弟兄姐妹举起了手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跟城市来祷告吧。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面对这样的强权，这样的一个影响捆锁我们引诱我们，或者是让我们陷入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保守看顾，让我们面对不管是外在的、内在的、国外的、国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恳求神你来施恩赐福，来保守看顾，让我们不惧怕，靠着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为着我们的国家掌权者有智慧来面对两岸的这样的一个争斗，这样的一个议题，经济上的，我们民生上的，我们在环保上的，我们就恳求你神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求你自己来带来和好，带来和睦。谢谢主，我们恳求你施恩，护卫着我们台湾，伸出你慈爱的手。主谢谢你，主你拣选这些代祷勇士，站在破口当中，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我把我们国家各样的难题交在你的手中，但是主，你说最要紧的就是主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你说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来祈求。主是超过任何的执政的智慧，超过任何的武器，超过任何经济的实力，超过任何科技的实力。主是的，主你是智慧，主你是权柄的源头。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说没有任何的祝福是大过于主这个国家走到你的命定当中。主你的命定就是主不认识你的这国的民，这国的百姓要来回转归向你。主认识你的人，主就是你的教会，举起圣洁的手，为这地守望，为这地的人民哀哭。主为这地的罪来责备自己，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悔改，主愿你主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主愿你主实在是让我们主在你面前，主我们主你听见我们的悔改的祷告的时候，你回头来医治这块土地。主谢谢你，主因为你再一次要来帮助我们。主当这地的人悔改向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要来看见，主你将你的怜悯，主你将你的智慧，主你将你的医治再一次，主请到在这个国家当中。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愿意，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因为你的
复兴即将来到这个国家。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主啊，因为我们看见主啊，你的复兴就快要来到了。主啊，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已经奔向教会。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的儿女已经不再像30-40年前一样畏畏缩缩的不敢说我是基督徒。主啊，我们现在是大声说我是基督徒。主啊，我们大声的说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主啊，我们说你的复兴快要来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主啊，不但是祝福这地的百姓，也要成为列国的祝福。谢谢你主，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祝福是奉靠耶稣的名。 Amen。我们要为着国家祝福，透过教会，我们要来祝福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透过教会，谁是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你我。我们奉主的名一同聚集的，我们就是教会，是指人，不是指这个建筑物哦。所以我们恳求神孙透过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成为祝福这百姓的管道。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说：人对我说，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那时我多么兴奋！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既整齐又和谐。各支族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都来到这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神呼召我们，就好像君尊的祭司，是站在人跟上帝之间，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桥梁。今天神也呼召他的教会，呼召也教会成为这世代一个祝福的管道。神也借着我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身心来更新，让我们能够借着单独会主，借着灵修，让我们借着祷告建立这样的一个祭坛。我们恳求神透过7月的礼拜的更新，我们慢慢让弟兄姐妹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的调配我们恳求神也兴起，让这些孩子能够在有好的精神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也透过7月29号还有一些10几个名额，我们透过祷告祈求，我们来经历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透过小组的关怀牧养栽培领袖，让我们对这些社区在做服事的时候，牧区可以起来关心来牧养，起来承接。也在暑期，我们透过这些的营会，透过这些的社区的班，能够建立他们跟上帝之间关系，也透过教会，透过社区让邻里能够认识到教会，我们也跟他们保持有和好的关系。愿主来赐福，不管是在49号，特别是在33号这样新堂跟我们大楼的这些邻居的关系，我们恳求神除去这一些的拦阻，在属灵征战上面，神自己来为他的教会征战。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的教会来得到保守，得到能力。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被神你使用来祝这城市，祝这些百姓。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你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让你的教会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用诸般的智慧，让你的教会充满的能力，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主啊，借着你的教会，使人能够认识你，使人能够身心灵得着自由。他们经历了神的神迹奇事，因为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透过你的教会彰显你的慈爱，透过你的教会彰显你的能力，透过你的教会让人看见主是唯一的神，让人看见主你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圣洁公义的阿爸父，谢谢你，
谢谢你拣选迦南教会在桃园这个地区，成为这个地方的光，这个地方的盐。主啊，我们需要从你来敬畏你的心。主，你告诉我们要有敬畏你的心，得着智慧。所以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迦南教会当中，好让我们的心恢复那个敬虔爱主你的心。每天都操练敬虔，建立起属灵的节制，克服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当我们一天不读经，一天不祷告，仇敌会说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因为你累了，因为你疲乏了。但主，求你的话语，圣灵的话语，就如同一个两面的刃，刺入、穿透、破开，在迦南教会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都是建立与你亲密的关系，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仇敌四面环绕我们，要让我们远离你的祝福，远离你的丰盛。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靠着你的话语征战，靠着你的话语，如同主耶稣基督战胜那试探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得胜再得胜。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命。主，我特别恳求你，我们7月29有一个灵命的营会，父啊，我恳求你让每一个因着顺服你、渴慕你话语、渴慕你圣灵的恩膏来到这个殿的时候，主，我恳求你的圣灵，如同那五旬节的教会，你就降临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他们的生命被你摸着，他们耳朵能够打开，眼睛能够看见，如同保罗，他原本是逼迫你的，但因着主，你对他说话，他们眼中的鳞片就掉了下来，看见你，听见你，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建造迦南教会，赐各样的恩典在迦南教会当中，赏赐先知，赏赐使徒，赏赐传福音的，赏赐牧者，赏赐你的教师，在迦南教会当中，让我们彼此服侍，建造你的肢体，让迦南教会成为荣耀你的肢体。谢谢主耶稣基督，主，你建造迦南教会成为要荣耀你名的地方。谢谢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有许多的事工都是因着你建造的，特别是最近阿卡贝营队，主啊，谢谢你让这些青年，主，他们原本不认识你，但因着主你的恩典，如同你当初怎么救我们脱离那最终之乐，你让这些青年能够有这个机会遇见你，献上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主你同在的生命才是祝福，不再是虚空。即使有所罗门各样的智慧，他仍然说虚空的虚空。主啊，我恳求你，让这些青年，让这些人遇到你的时候，他们看见在日光之上你的荣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祝福，让他们的生命不再是虚空，而是有主同在的丰盛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恩待迦南教会，用各样的事工，让我们从为父为母的心牧养你的教会，特别是每一个小组长，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小组长都爱他们的小组员，牧养你的群羊，体贴你的群羊，看顾你的群羊，看见他们灵命的需要，也看见他们生命中经济的需要，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需要。谢谢主，让我们都成为在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谢谢你引领迦南教会，如同你在启示录上对你的教会所说的，有耳的就应当听，有眼的就应当看。主啊，我们用心领受，用生命活出你的见证，来带领人归主，因为你的心意本是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谢谢你怜悯桃园这个地区，爱迦南教会，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来称谢我们的主，也宣告主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在黑暗权势抬得起头，在他的所赐的城市抬得起头，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有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来，我们大声来拍掌来。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拍手将荣耀归给帮助我们的神。上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使我们能够在众仇敌面前抬得起头的上主，你是使我们能够奉主的名来捆绑一切黑暗权势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就看见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看见你的教会要不断的充满你的同在，还有带来的神迹奇事。谢谢主，让我们看见这弟兄姐妹一个一个要经历在灵里被释放，在身体被医治。谢谢主，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我们要宣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现，能够成就。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